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天通的时间，我是今日要教大家运动的阿水先生。今日要教大家的是树上后可以做的运动。今天呢，我爱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来到电视机前面，同对先生看下来运动哦。主要运动之前呢，我来先做一些让身体热起来的动作。首先呢，我准备一种凳子，好。要注意哦，要稳定磨练的凳子哦。好，一只手扶蹲凳子，好，板凳凳子，好，右脚呢，右手板凳凳子，右脚都伸到后背去，脚板要让下来哦。好，前面的膝头要弯起来，好，啊，移到前面去，这个时间莫痛哦，莫嘟到体内，好，要让下来哦。莫丢紧，慢慢来做。好，我来问另外一片。左手板凳凳的，都左脚身体后背去，这样哦，要让下来哦。好，过来，一、二，都可以压放起来，高高一些。好，唔稳的话，都用只手可以扶蹲，等下都可以，安尼免唔怕哦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呢，我哋会起到凳的隔壁。好，右手用扶蹲凳的。左脚呢打开来，好，对前面哦，好，慢慢坐下去，还记得7条臀脚趾弓要对准来哦，慢慢来做，辛苦，加油，停一下。都是把牛哦，正常的，够牛耐些，辛苦，慢慢来做，好，准备一下，好，弯脚，弯片，用左手扶蹲凳的，板凳凳的，好，脚打过来，弯左脚坐下去。右脚伸出来哦，慢慢来做，要记得缩气、跳气，莫丢紧哦，辛苦，停一下，再慢慢来放起来，停一下，慢慢来放起来，加油哦，加油哦，左脚。18横哦，好，亚洲的基本的热身的动作，做运动首先准备等呢，用坐过前面些哦，好，一摆呢脚会打开来。打个开啊哦，好，7条毛安尼夹起来，一样会对准我哋的脚趾弓哦，好，右只手呢，好，用的还是7条上面一片，好，不能打出来，好，右手呢臀个脚呢松啊落背去，按个身体会恰恰，手伸出来，胸口呢压下来，好，看伫后背。停3秒钟，要缩起臀跳起哦，慢慢的过来，好，稳左手哦，一样，松伫落背，手打出来，胸口压下来，看伫后背来，缩起跳起，好，再慢慢过来，好，再接下去做哦，缩起跳起。
来鼓来，手起，打开来哦。慢慢来做，嘿，先好，莫着紧，手起，手起。髋关节那边伸展一下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抖动啊。然后再做听一摆哦，好，用打开来，好，坐好来，四条对准脚趾弓哦，伸出来，打下去，收起，跳起，差不多3秒钟，再慢慢的过来弯片。针对髋关节，臀的下背弄，用片连续按来做，一次呢做差不多8下多10下。打回来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动动啊，好，换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动作呢，俯蹲，等下要办好来哦，好，一个动作困难哦。脚呢要举起来，好，举起来，啊，打开来，好，再弯到前面来，转到前面来，好，再到后背，打开来，转到前面来，慢慢来做哦，打开来，转到前面来时间身体会放出来哦。打开来，加油哦！大家叫我起好来哦！可以做轻正口的话，起蹲的脚呢？师傅那边会18顺圆哦，加油哦！转到前面来，挺好哦，继续做哦，慢慢来做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后下边顺圆法，好，泡泡干，nhanh nhanh啊，稳边哦，右脚举起来。打开来，好，转到前面来，加油哦！打开来，转到前面来，打开来，转到前面来，脚拿回来哦，好，莫在前面或在后面哦。转到前面来，过圆那样哦，挺好哦，加油加油！一个动作平常时过少做，
过小组，过所以会过成员。打过来，再转到前面来，慢慢来做。好，注意一下，打过来，转到前面来，好，变下来，好，一样，好，泡泡干，好，nhanh nhanh呐，休息一下。前面搞动作，大家有好不的冇？请加入团队欣赏来学新的动作哦。做运动，首先准备等你。用张数不用等你吼，好，脚不用后背去，拿后背去。师傅送到后背去，胸口呢压下去，好，这个时间呢。右手伸的左片，好，伸过去哦，不能绑起来哦，好，停差不多3秒钟，再过来中间，好，再下去，跳起，伸出去，好，停3秒钟，再过来，好，连续这样做哦，要出你握手的感觉。好，伸出去，过来，跳起，收起，下来时间不要弄个绑起来哦。好，来问片，彤彤啊，好，一样，手的后背去。转到右片，手伸出去哦，停差不多3秒钟，再过来中间，收起，好，跳起，不要绑起来，好，来休息一下，彤彤啊，休息一下，好，准备一下，好，停一摆哦，用俯蹲等的。莫松哦，莫松等你哦，好，压起来回，压蹲落回哦，绑好落回，好，下去，不能绑起来，整体左片，手伸出去，差不多3秒钟，再过来中间，跳起转，嘿。要注意哦，七条啊，在做段时间，莫慢起来哦，莫慢起来哦，要伸出来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来问右片哦。好，不能绑起来，问右片，跳起，停一下，收起过来，跳起，去刚刚讲的背囊，左片同右片。那一片更刚高，好，那片都久一些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准备一下，彤彤啊。接下来呢，下个动作，手呢不用在等地方，好，注意哦，
肩膀会摕去书腕的上面哦，莫摕后背哦。好，本人呢，打出来，好，先做一个像庙的下刀的动作，好，我做宽度是松起来，好，庙本下刀安尼哦，好，再慢慢的师傅松出去，本人打出来，我做宽手面。再松去，就看个度势，看7条，停3秒钟，再慢慢的，师傅松出去，抬放去了，慢慢做哦。师傅跳上去了，跳起，收起。要注意哦，不要动手，就待会拿好来哦，莫翘起来哦，拿好来哦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痛啊，好，再一摆哦，好，下摆走，又多摆好如何？好的。看手面，松出来哦。好，休息一下。运动之后呢，我来做一些本身体比较强壮的动作哦。来，现在呢，首先，好，等你准备好了，右手板凳等你，好，左脚呢绕过去右边，会拿好来哦。左手呢慢慢的伸上去，好，扳去右边，缩起，跳起。慢慢来做哦，迄感觉讲个背脑有不放出来的感觉，缩起，跳起，也偏会停差不多10秒。按个数吼，迄无法度放出来发，会慢是唔怕，慢慢来做，缩起，跳起，好，慢慢来倒转来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准备一下。好，痛啊！好，痛啊！好，停一摆哦，用板凳来，绕过去，拿好来，手慢慢的伸上去，缩起，跳起，慢慢来做哦。我是把狠狠安尼唔怕，安尼正常的。辛苦哦，好，慢慢鼓来，好，稳片，用左手板凳来，好，右脚绕过去左片，手压放起来，伸上去，缩起，跳起，10秒钟哦。过牛奶哦，我是把狠狠哦。
辛苦哦。唔个输迄帮唔吃的话，可以一时慢慢拍，可以做到如何诶？好，慢慢鼓来。好，彤彤啊，准备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还能再做第二摆哦。好，来一样右脚，拿过去，拿好来哦，手伸上去，缩去，休息，缩去，休息。过牛奶哦，请好，加油哦！好，慢慢鼓来。今日搞的运动，大家有好唔好？记得明日要停顿欣赏，听下来运动哦，安尼个身体同精神，那会愈来愈好。听通，我哋下次见。